呢支卦占問某名女士會否獲續約，卦主係女士，所以我哋以妻財爻代表佢。卦中有兩個妻財爻，按選爻嘅原則，應該先揀細爻以外嘅爻。換言之，我哋應該以五爻開財嚟代表呢名女士。害財化戌輕回克，自己受傷，呢個係一個不利嘅象。同時，既然係問一個人會否獲續約，就必然要喺卦中揾到合約。一般會以父母爻代表合約，亦即係二爻嘅自父。自父伏在人官之下，不出伏，不出伏代表母，已經係一個不利嘅象。加上非神人官刑克自父，自父受傷，更加進一步顯示呢份合約會受到破壞。綜合以上兩項元素，開財受傷，自父亦都受傷，預計呢名女士唔會獲續約。